咁即係話我可以縮短做家務嘅時間，然後延長打機時間。Perfect。但你要記住 ，Parkinson's Law 係一把雙刃劍，你用得好可以事半功倍，但用得唔好可能會影響工作質素㗎。縮短時間唔係會提升專注力，做嘢更有效率咩？點解會有壞影響？簡單啲講，Parkinson's Law 嘅應用唔係盲目縮短時間，而係揾到適當嘅時間框架去完成工作。咩意思？意思係，如果你俾一件事嘅時間太短，雖然你可能完成咗，但質素可能會打折扣。例如做報告，如果你平時需要4個鐘，但係你淨係俾自己1個鐘，咁內容可能會唔夠深入。煮飯，如果趕住10分鐘完成，你可能煮燶咗，或者味道唔啱。哎呀！